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桥过拐仔就放。台湾早期的桥拢做甲真简单，毋是竹仔，就是插棒，也是讲吊桥。这款桥若用久来，加减会旧去，所以要过桥的时阵，会用拐仔也是棍仔来拄看卖敢有安全。若是无问题，脚才会踏起哩。等咱安全过桥了后，就甲拐仔蹬掉。后来，咱就甲即句俗语摕来比喻一个人忘恩背义，毋知影感恩，对待温情人，就亲像过桥了后，迄支互蹬掉的拐仔同款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